这边的龙家。好，两队，摕冠军上条面。好，来，咱就来球擂台。好，欢迎，来，嘿，大家好，我是美秀。大家好，我是阿雄。是哦，我甲你讲，阮这边的队长哦，来啊啦，来，我的好朋友，来队长介绍一下。哎呀，秀姊啊，是上哥大家好，我是好哥。我今日带世界我上介意两个查某人来，哎呦一个是阮某，一个是阮妈妈，啊，带一个好朋友做伙吼，要来摕100万啦。对啊。是，好，妈妈第一道吼。第一道啊，嘿啊，为了这个节目第一道，嘿啊。妈妈介高水，妈妈的面都足福相的啦，是对。妈妈，你会紧张袂？哎呦，我甲你讲。紧张唔免啦，咱即马就是享受摕奖金的感觉就好啊啦。那紧张哦，这少年的去紧张就好啦。嘿，上重要是某的嘛来啊。某嘿啊，足久的。是。今仔日为了这个节目吼，是，佮特别练吼，练什么？自我介绍。哎呦，真好！来，要看表演无？来，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好好嘅，不是你是好好嘅，安尼小可顶答。别，安尼是我因为甲你重点放你生活来啦。我生活是好，不要紧。大家好，我是何嘉欣，我是好好嘅太太，也是某，也是看手。哈，今仔日我伫个厝，就是因为哦，我食椰嘴软20几打，所以我希望咱稳，得冠军，得奖金。哦，这翁仔某就是爱安尼，是，我看起来足好。啊，那恁迄边哦，这嘛是爱介绍一下是安怎的，人新婚的呢。对啊，这你那边是你的好朋友，我这边是我的好朋友，是我面册的好朋友。你面册好朋友，好来介绍你去。欢迎咱队长，咱的一派。你好。对，啊，恁这边是迄个嘉欣姊啊，头一摆来嘛。无唔对，我这边是伊甲因先生，对，头一摆共一个节目啦。无唔对，我隔壁后队长有讲啊，头一道对无？阮两个人嘛是头一道。头结婚了，头一摆哦，系阮两个人，应该是讲吼，阮这世人头一个节目。社会上是新婚就对啊啦，哎呦，新婚快乐！好，来先介绍咱的关系。因为吼，拄仔嘛有讲哦，天公请共人，天公请共人。阮这队哦，真拄好，迄队长哦，无啥巧，所以咧，我请好两位朋友来甲我斗相共，一个是我的大学同学舒婷，边仔这个嘛是顶届有来的朋友阿舅。无哦，我拢我即摆算的，哎，真正你啊，甲100万加你平哦。嘿啊，哎呦，是不是？哎，若要比讲，阮这边敢若较戆。失败啊，拢无。我袂摕到。好，不要紧，咱即摆来比讲看嘛。我使人家讲会甲100摕到转去啦吼。好，来先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啦。好，咱拍下欢迎咱的国文老师丹凤辉丹老师。家庭介欢喜对啦，拼命讲台语哦，家庭哦，对欢喜喜。嘿，像妈妈今日你会足欢喜的，吼，因为要甲奖金摕到转去啦。对，是，定定咱讲是安那是咱来咱遮爱拼3关的。哦，因为咱这季吼，咱拢总就是有初赛、复赛、甲决赛。哦，所以你只要3，嘿对，只要3关一过，你就来参加咱决赛，摕到100万。哦，啊，即摆100万伫倒位咧？在哪里啊？来看一了，100万伫遮。来，要开啊！好，来，即摆咱要开始去讲啊！哦，来，开讲。第一回合开始。全家有智慧，讲台语摕100万。这队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比赛分做初赛、复赛、决赛，只要过3关，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100万的奖金哦！大家爱加油嘿！阿雄，紧一边。哦，
安怎佚佗，咱大家讲一下。好，咱这回合吼，是就是逐题拢是美术姐有一个答我有一个答案案，阿雄我有一个答案。是嘿，恁来选，看是要选美术姐还是选着我嘿。嘿，是选一个答案1000块，若正确吼1000块，上济这回合会摕到6000块哦。第一回合6000块先甲滚落来哦。嗯好，来，咱即马老师请出题。请问黑眼圈台语安怎讲？哦，黑眼圈，美术这边是乌脸目，是安怎是乌脸目的？就是因为你啊看哦吼，咱的乌脸，咱目睭是毋是安尼？啊，咱大家拢看哦，你昨昏无困哦，因为乌脸，嘿，就乌的外口，这是乌脸，我的答案是乌脸目。啊，上个你咧？啊，阿雄这边我的答案是乌目镜，啊，是安那是乌目镜？因为你这个乌脸黑眼圈讲的是下骹才有哦，所以应该就是这个目镜、目睭镜才乌，所以说乌目镜。好，来，咱即马咱两队请选择，来哟。阿雄，演一边，嘿，是要先哦搞啊！哦，哦哟受哎伤，呦这边嘛是受甲受伤伤，你啥哪会选我？因为阮感觉，因为看起来就是目睭外口是乌乌一脸，是毋是对，乌所以应该脸乌脸？台应该无遮尔难，应该就是乌脸吧。来，队长，为什么选我？来，首先，我感觉讲上过你的解释较有道理一点嘛。是不是？哦，过来咧，是因为这乌脸哦，应该是今嘛才有的流行用语。哦，乌脸是日本，应该是日本传来的乌点，啊是然后才去改变对的。啊，不过我认为这个目睭下骹有乌乌一脸乌目镜，这是古早时代就有的，所以这话应该是古早时就有的。老师正确的答案是答案是阿雄的乌目镜。技术这讲的，就有讲到一部分啊啦，就是讲咱咧讲，跟你敢若乌脸的，迄是会当用乌脸来形容是会使啦吼。啊，咱是无搁特别搁加一个目啦，是讲，所以咱是会用形容，讲啊，你安尼敢若乌脸，还是讲，你敢若即个胖大哦，有的人可能用胖大来形容，胖大，对啊，所以嘿而且乌脸就拄则即堆的衣牌款吼，就是嘛有讲到迄个重点，就是乌脸即个词对日语来的，啊，其实日语的乌脸，咱是出迄个音啊用。迄个汉字，迄个敢若讲黑轮也好，还是乌脸迄个汉字也好，就是讲去取迄个音来讲，其实甲乌色无关系啊。就是乌脸这个词甲乌色无关系，对。所以就是这嘛真趣味啦。当然有足侪人用乌脸来形容，啊，毋过无搁特别加一个目啦，就是讲啊，你迄今仔日看起来你面敢若有一个乌脸安尼，就是一个形容的讲法。其实嘛有可能会当变做是第二种讲法啦。毋过你若讲目镜乌乌，是确实就是迄个熟悉的状况。嘿，对，所以这是那以这两个比，咱也是选乌目镜安尼。好，来，咱后一题啊哦，咱搁继续落去哦。加油好，来，老师，咱请出题。请问四季豆台语安怎讲？四季豆哦，吼，美秀的答案是面豆啊。因为啥那叫面豆啊咧？妈妈咱煮菜，咱拢知影嘛，吼，拢会讲面豆啊，是毋是？是毋是？吼，所以我的答案是面豆啊。啊，那阿雄这边的答案是荷兰豆，嘛会使讲荷兰豆。哦，因为你知影嘛，这种豆就是外国来的啊，是。所以伊就是号外国名。不过歹势，阮遮嘛有哦，豆啊是毋是面？嘿啊面啊吼，嘿 ，Mr. 面，所以讲唔通互伊偏去哦，面啊。不是，安尼你的面豆就是豆豆呢，豆嘛是豆啊，啊面嘛是豆啊，嘿啊，所以你意思这物件叫做豆豆。哦，唔怪。所以呢，所以要选我的就是美秀的答案是面豆。啊，若要选我的就是阿雄的答案就是荷兰豆。好，咱两队请选择。美秀，阿雄演一边。哦，面，哦，好，来，咱问一下荷兰豆啊。本来是吼要请我这好朋友，吼，啊，毋过你后来讲什么变哦，什么 Mr. 变哦，我就想讲啊，这可能，我就对你的信任感吼，小可有一点较降低，对，我本来嘛是我英文念了无好吗？无啦，英文足好诶，我妈妈嘛，淡伊点头啊，讲啊对，面豆，啊，毋过我听你后壁讲吼，啊变了 Mr. 变啊，变豆啊豆，我就感觉
这小可哦，甲公司怪怪嘿，我感觉吼你敢，所以风险甲分开就对啊啦。我感觉你有要甲你误导。两家自细汉拢讲冰豆啊。哦，是对啊，你有咧行赛车吼？阿嬷嘛讲，要食冰豆无？来，老师，咱正确的答案是答案是美秀的冰豆。这过去是迄个19世纪尾吼，有迄传教士来台湾，然后其中的马街牧师、马街传教士吼，这个医生博士，伊就是有这个引进一寡算做讲外国来的一寡食物吼，啊结果这个物件人咧问伊讲这叫做啥的时阵，伊就用英语讲这是面。啊，所以这面这个音就来啊嘛，啊，就是像拄仔讲的那会搁加一个豆，因为就是其他人唔知影这什么货，所以怎啊搁加一个豆啊，所以讲久了后煞两字连做伙啦，所以变做冰豆安尼。好，后来咱后一题，咱请出销。请出销。来哟，开始哦，老师，咱请出题。台北101是台湾的有名的地标，伊呢这个电火逐工会换色，啊，这个无同的色水是代表什么意思咧？哦，好，美秀这边的答案是，迄天是拜鬼的意思。因为大家拢无去注意到吼，咱101啦，逐工拢会用换色，换色，用换7种颜色，7种色，色水就对。嘿，是像咱的经哇，7彩嘛吼，彩虹的经。对，叫做红橙黄绿蓝靛紫，迄就是讲吼，代表讲咱今日咱是什么咧？拜鬼，咱就什么色，所以讲我的答案是，迄天是拜鬼，就是什么色的意思。那阿雄我这边吼，代表的是迄天天气的状况。哦，比如讲今日若是落大雨啦，伊就会较无共款的色水。你安尼讲嘛是有意思咧。今日大好天，可能就是青色的青玲玲哦，蓝天白云安尼。好，来，咱请选择。必须阿雄演技表。我拄啊，其实要讲骗哦，我家己骗甲家己惊着，你知影？好，来，先阮看我这边。我是感觉今仔日拜鬼对一个地方的人的人民来讲吼，我感觉今仔拜1甲拜2，其实我是感觉无啥物差，无啥物差。对啊。不过吼，一般来讲天气对人的影响较大。对。啊，既然伊是一个地标，就应该互这个人讲哦，今仔日天气好啊，歹爱走外头，可能要爱走户外出去。其实应该是拄则听收美子讲的哦，然后互人骗。美秀子，不要紧，我刚刚你讲啊，讲哦，我应该想讲收美子咧倒位。对，讲定打歹势来，别，你继续嘿。对，所以我即马无要相信你啦，歹势。我是无多分析真侪道理啦，因为我有去注意过。我真正有去注意过，有去算过。有去算过，有算我有算过。阿姊，是什么款的人食饱才用的去算迄个电？刚刚在高雄哥甲你讲，这只是一种浪漫。来，老师，咱正确的答案是，答案是美秀的迄天是拜鬼。好，咱拄则有讲到迄个，就是点灯火吼，对这个日头落山会开始点灯火到这个暗时11点吼，这101。惯拢例行的这个动作啦，吼，嘿，咱拄则有讲是哪像轻的色嘛，吼，嘿，咱来讲迄轻的色要安怎讲啦，吼，有红色、柑仔色、黄色、青色，吼，再来看是要讲水色还是蓝色啦，吼，嘿，再来一个咱较罕你讲的叫做靛色，靛色，嘿，靛啦，吼，靛迄个色，嘿，个桥仔色。桥仔色，吼，对，这就是咧对礼拜1到礼拜日安尼7天拄好7彩的色安尼来表示吼，嘿，这嘛是一个真特殊的一个状况，无简单，竟然有人注意到，这个拄则这对的吼，对，好，以上，阮的结果，即摆分数是21个，袂歹，好来咱两家咧，两家总共5000个啦，咱继续落去哦，今日咱的第2回合，正港佚佗人。嘿，正港佚佗人。
是是的。咱今日去倒位佚佗咧？咱这回合吼，就是用咱的影片带恁来看影片台湾也是外国上水的所在。是哦，啊，恁看完了，甲阮讲，恁约这个所在是什么地方安尼？哦，所以讲这题目的分数是安怎算？啊，一题就是3000块。一题3000块。是，啊，伊但知影答唔答紧的，吹落去，吼，吹落去，然后吼。看到什么伫倒位，就紧甲吹落去，知影就紧甲吹落去。就是开火车感觉就对啦。对啦，一定的啦。一定的吼。嘿，甲吹落去就对啊啦吼。好，来，好来今日咱的迄落啊，咱拢讲一家之主，一家之主，即马两位来拢是一家之主有影呢哦，是毋是一家？你即马是紧张安哎，安阮兜是迄个啦。赶快，是嘛，赶快哦。哎呦哎呦哎呦！所以讲，咱即马讲的细声讲就好，是不是？哎，一家之主拢是你做。啊，一开始就是伊啊，还是要来才换伊的。无，阮细汉的心啦，伊是吼，心伊讲这椅啊伤冷，阮来招烧，练头一个出来啦。哦，原来是安尼。啊，那你厝的煮饭呢？啊，煮饭哦，煮饭的。啊，煮饭嘛是伊啊。哦，煮饭啊！啊，你拢袂甲伊烦恼讲，我想要食什么货？无，人传承咱就食啥啊？对啊，有通食就爱好好爱迄落啊。爱感恩，爱讲。我是有分啦，我早顿伊暗顿啦。哦，啊，你听起来你地位，听起来伊的地位较低一些啊。地位是我有给做一个代志。哦，是，不是等下来问董树林较好。哦，董树林。咱这公亲，咱即马就边仔看到。啊，等下看到迄图，那知影倒位就记得甲吹入去哦。是，好，来，上个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是的，咱等者影片吼，要带大家来去咱台湾的某一个车站2个字哦。嘿，2个字的车站哦。好，来，咱请看影片。咱就记得就明天啦吧。哦，这真明显哦。来，咱直直去遐搬车，伊敢看会出来这是倒位咧？上个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是的，咱等者影片吼，要带大家来去咱台湾的某一个车站2个字哦。嘿，2个字的车站哦。好，来，咱请看影片。咱就记得就明天啦吧。哦，这真明显哦。来，两个来。台湾的台北车头。台北车头对唔对？对。嘿。哦，我爱甲这少年人队长鹅乐姐哈，你发音足正确的，声调嘛足正确的。你教的啦。赞。你教的，我永久你教的啦。所以实在老师真久。实在老师真久啊。哦，啊，伫这个咱这看到，咱拢知影，咱这台北车头是全台湾吼，建筑规模也好，运量也好，拢是上大的。上大。哦，算做嘛是一个代表的地标之一啦，只是讲伊较矮啦，无像讲伊控伊较悬安尼。是。哦，以上台北车头。哇，真水。原来细细嘎嘎，敢若是灵魂，哦，好，感谢拍影片的人，吼，迄个真水，是，好，恭喜你，不要紧，等下妈妈会甲你替你摕分数。新娘啦，加油！好，来，咱记得换人。好，第2位就是咱真正的一家之主，嘿，是，唔敢当，唔敢当，唔敢当，不敢当啦，不要紧，你厝的你会讲台语应该袂啦吼。我骂人的时阵吼，我都甲伊讲台语，因为感觉气势哦较好。所以你拢是拜托你讲，还是5个？拜托你讲，我骂一下好不？好来，好嘅，你伫咧创啥？你即马甲我过来，你去洗碗。一起洗碗，吼！你甲我牵腿，倒笨手，你甲我牵腿，牵腿摕来，你甲我跪哦，跪落，你甲我跪落，这样你讲了真正有影袂歹呢，对不对？拢被夹起，唔对哦，然后是因为伊无迄个表情，无迄个表情吼，我感觉就真好啊，因为你若迄个表情真正会足歹，真正。不过伊安尼慢慢啊学台语，其实pretty好诶，好好个，袂歹哦。
我听你教了真好。听叫要中风去。所以我就是用这招，啊，这招。伊就不爱生气。好，来，会记你哦，看到有啥，就记得个喙记你哦。好，来，小伟，咱今日去倒位佚佗？刷来影片吼，要带咱来去台湾省的什么关的什么院。什么关，什么院哦。好，来，咱请看。什么关？礼拜。嘉义关的故宫。你是讲哪里啊？你故宫。南。嘉义关南对不？嘉义关故宫南园。确定。好，来，老师，嘉义关故宫南园对唔对？所以你的机会来安尼。我提醒一下，我提醒一下。对，我是答案应该是南湾。好，南湾。咱个看完你就更加了解哦，吼，来，咱看完，听看。来，你念一解。嘉义关故宫南园。老师，嘉义关故宫南园对唔对？还是讲我读一届？哇，咱迄个家乡搁读一摆试看卖，你搁读一摆试看卖。嘉义关故宫南园。嘿，因过什么？你有进步，有进步，好你啦，有进步啦，有进步，有进步就好。歹势啊，因为吼，拢小可有一寡错误吼，嘿，毋过你一摆搁比一摆对搁较济，吼，这个家乡嘛无简单啦吼。其实这个名故宫南园，故宫南园，因为咱这个名可能就是这个台北的这边的故宫博物馆吼，这种名咱汉咧用台语讲啦，但是这个宫宫庙这个宫有啊，就是迄个文言音啦。所以就是讲，你若要发音正确是故宫南园，这是伫太保嘛吼，伫咧离高铁站啊近吼，附近无偌远，阁有蒜头糖厂。算做讲，就是因为这台北故宫真久啊了后，想讲要南北平衡啦，所以落尾政府才伫咧这个太保遮搁创一个伫嘉义关这个所在搁创一个故宫南园，希望讲会当有一个亚洲的文化艺术博物馆这个定位，会当互南部这边文化甲迄个风气会当提升安尼就对，好，所以是故宫南园。是，好，来，不要紧，咱今日换人。妈妈，歹势，叫你起来，忙足大的，因为希望讲你通甲分数摕着，咱甲这边冲请起来，好唔好？好，什么关啊，什么院啊，无就是什么路啊，啥你拢尽量讲。好，来，咱要去佚佗啊！上个今咱要去倒位佚佗？是，咱刷来影片哦，这个景点呢是外国的一个关哦。日本的什么关？什么关呢？好，来，咱请看。好，来，日本的什么关？日本的琉球关。琉球关，确定？是。无啥确定，但是我心内起码只有这个答案嘛。老师，日本的琉球关对唔对？应该是讲法的问题啦。讲法的问题。今嘛唔是琉球，今嘛合作什么？冲绳。对啊。阿妈，日本的。你说一个。妈妈，你说一个。咱会使讲日语无要紧，讲一下日语无要紧。
冲绳县，嘿是，啊日语是啥？你 Okinawa。哦，唔知影是唔是呢？来问老师好不好？嘿，来老师，好，对。好，啊，你若讲要照汉字来读吼，嘛有人用汉字文言音读，会讲冲绳县啦吼。啊，毋过一般汉咧大部分无安尼讲，就是讲 Okinawa 对。是。嘿，啊，其实伊是有160个岛所组成的。嘿，哦，啊，足侪台湾人爱去安尼吼。咱即嘛是8000甲5000共赢吼吼。后来咱今日顺便上尾一个哦，换人。吼，你若知影啥话就甲冲起嚟啊，吹落去哦。好，上尾今日咱要去倒去佚佗？是咱刷来要去的所在是咱台湾花莲的什么山咧？哦，花莲什么山？花莲的山真济哦，啊，大家要斟酌看哦。好，好来，咱请看。哦，好，阿姊，你真正有要为国成功啊？是花莲什么山？金尖山。金尖山，确定？你这是正确的名吗？应该是啦。哦，好来，我要问老师哦，老师，花莲的金尖山对唔对？你要讲迄个正式的名啦。搁想一个，搁加油一个。若无我要开始算5、4、3、2、1。石山。 60石山对唔对？歹势。所以讲，咱这边有机会呢，是不是？啊，是不是先要咱甲看，我看唔系，好看完。我看卖哦，好好来，咱看落去。这边山。系啊。哎呦，真水呢！这大家拢知啦，啊，不过唔知啊，其他你有人知什么山？哇！啊，这金针时间满是的，金针花。哇！有无？有无？哇！你无去遐厝外景？哇！花莲什么山？嘿，花莲什么山？姚姐，你是全村的希望。无答，无答。哇，不要紧，这个山体，你老师的答案内面。好，来，老师，咱解说是到底是什么山咧？呀，咱可能足侪人去遐拢讲金尖山，无毋对。啊，毋过就是讲伊的即个算做有一个改号，一个地号名吼，叫做赤科山啦。赤科山啦，嘿，啊，这赤科山，古早是因为遐日本人吼，日本时代伫遐就有种赤科这种树啊，啊，这树啊是落尾日本人有摕去做迄个青头的材料，嘿，啊，当然落尾咱就是拢种大量的金尖啦，吼，是上最主要的金尖的栽培区啦。嘿啊，但是就是可能这会当讲上名是金尖山的，但是就是咱这个正式的名是用赤科山来讲，嘿对。好来，咱即马先看分数上重要，来，我看阮计的这边。是计价目前分数5000。啊，那量的咧？量价目前8000。哦，嘛袂歹，愈来愈济哦。奖金嘛愈来愈济，当时的变盘我唔知影哦。今日咱的第3回合，两家来拼台。第3回合，两家来拼台。哦，有出来啊！哇！哦，有迄个感觉啊！哦，真正有闻到100万的味道。内面呢有8提示哦。是。有啥物货咧？阿雄？有锁啊。天。口色。哦。中破西。金牌。豆珠。米蛋、新娘拢总8个，有8个，每一个拢有奖金。是，奖金上侪偌济？上少1000，上侪15000。哦，就看你安怎算哦。嘿，一定要甲拼落去哦。吼，不过阮的规定就是讲吼，咱拄只吼，卡落啊，分数较少的，咱就先来选题。好，来一个机会。选一个豆珠好啊！豆珠哦，你对这有兴趣吼？因为我对豆珠是较含慢啦，所以咱就较含慢。啊，不过最近有咧看一寡这方面的珠啦。是。对。好，来豆珠哦。豆珠呀。好，来咱来看者，豆珠的奖金偌济？哇！
请问，一个微软的比尔盖茨看到咱华人的红叶川，伊希望伫咧遮发展什么呢？现在足困难呢。第一题得选到15块，敢有遮难？广告回来报你知哦。现在，你我吼就欢喜的，你知影？哇，你是欢喜哇，因为15表示讲足困难的。哇，你死啊！哇，真是好啦。没，咱大家拢是，咱拢是好人。对。 15，你讲的题目可能会真困难，应该无你卡哦，无你卡哦，反正你会无你卡，你即马可能有读到哦。好，咱先请出题。请问，一个微软的比尔盖茨看到咱华人的红叶川，伊希望伫咧遮发展什么呢？是 AI 的科技，还是地热的发电？好，来60秒的时间。是 AI 科技，还是地热的发电哦？是再录几个字？好，来，你的答案是地热发电。地热的发电对唔对？恭喜来15先！终于得到15咯！比尔盖茨伊有一个瑞典的地热开发的这种公司吼，啊，伊去评估这个所在，怎选到这个咱这个红叶川遮吼，啊，其实唔哪遮啦，其实咱东华有所在所在，拢有适合做地热的开发，真正嘛有人伫宜兰附近遐找吼，讲倒位会当做地热的这个开发，嘛有吼，啊，所以正确答案是地热无唔对，啊，咱会变做是，若准讲真正来开始处理吼，来开发来好好啊处理，这可能是日本以外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据点，嘿，是真要紧的对。来，新有鸟无？咱个有万二的哦，万二的哦，哦，够机会，够机会，啊，不是结束啊？无，拢有奖金。来，请问换你选倒一个？你想要选对者？金牌。金牌啊！哦，得冠军啊，摕金牌啦。是啊，而且先甲恁讲一下吼，有一个规矩就是讲吼，因为有8题嘛吼，是安尼大家同齐算哦，就敢若一个机会尔。吼，你若袂晓，通啊问队友，一届机会尔。求救。好，来，你要选的是金牌。好，来，咱来看一下金牌奖金有偌济。哇！哎呦，2位加一组拢袂歹哦。好，来，咱来看一下金牌，请出题。请问台湾木姓鼓选手林宥廷，伊伫咧法国巴黎摕到咱的奥运金牌，你敢知伊会使摕到偌济钱的国光奖金呢？哦，来60秒的时间，这应该免想啊吧？偌济？好，来，你的答案是2000万。 2000万，确定？确定。好，来2000万对唔对？这其实大家最近拢足关心的嘛，吼，嘿啊，2000万做一份领，还是要逐个月12万5，安尼，嘿啊，这就是嘛是真欢喜，咱台湾会当摕到第一面的迄个无姓古的金牌，嘿，大家做伙欢喜，哦，以上。好，来，搁继续落哦，来，小落要。即摆因想的应该是拢奖金要打一题，无人你想咱咧讲啥？真正，对。嘿，妈妈，你要打一个？中破赛后。中破赛哦。好，来，咱来看中破赛奖金有偌济？哦，嘛是袂歹，他起就2万1嘛，不要紧。好，来啊哦，来，咱请出题。请问3杯鸡内底3杯是豆油、麻油甲什么呢？哦，来60秒的时间，是3杯哦，真简单哦。嘿，豆油、麻油，啊，搁一杯什么？煮菜拢会用的哦。是。好，来，你的答案是米酒。米酒，确定？确定。好，米酒对唔对？
来分数加落去。恭喜哦，我得了1000咯。好，第一个啊，先讲这个音哦，唔是3杯哦，是3杯，嘿，啊用文言音讲这个3杯鸡啦吼，嘿，啊其实古早本来是唔是讲哦像即马咧什么土鸡啊写什么货一堆吼，以早其实是想要互迄个鸡肉会当保存较久的啦，啊所以就姜啊、蒜头、豆油麻油、米酒等等吼，这物件去料理，啊会当讲放较久，因为古早时代啊无冰箱啊，哦，所以本来是这种真轻巧，啊，佮想要吼这个食物会当保存较久的这个方式，有这个料理出来。啊，当然落尾可能是70年代、80年代了后，就是有咧土鸡啊啥种种的这款料理方式，才变做愈来愈侪人知影用真爱食这个3杯鸡嘛吼。对，好，以上两个。您刚到啥？新娘你跟有把新娘啊，我是咧想讲要摕奖金吼，嘿，就爱问天啦，啊，问天哦，听无算嘛爱大富贵啦。唔通，我尊重你的意见，尊重你的意见。好啦，我问天啦。问天啊！好，来，咱来看天的奖金有偌济。你有甲你讲啊？袂歹呢，嘿，万你哦。好，来，那得着你就通摕奖金嘛哦。颠倒赢咯。哦，来哦，咱车出题。请问过年时啊，倒一天的暗时爱拜天公？好，来，你有10秒的时间，这应该知嘛？是暗时哦。暗时哦。是暗时哦。唔知影？哎，哦，知影哦，来。初九。确定吗？初九暝吗？初九暝拜天公。哦。好，来，初九暝对唔对？因为爱伫咧主时啦吼来拜，啊所以其实要等于讲你初九的上起头，啊其实是初8暗，哦，迄初8暗11点迄当阵啊，吼，嘿啊来希望讲会当天公祝福，安尼互咱会当万事圆满呢，吼，好是初8暗。好，给你。哦，来，倒一个。你感觉，你感觉啊？会晓啥物啦？我就是较介意新娘啊，人讲新娘水当当咧裤底破是空。歹势，我就是你那拢是为裤底去啊？真正是。好啦，好新娘哦。好，来，咱来看下新娘的奖金有偌济。哇！袂歹，9000。哦，才3万安尼。系啊。哦，来，咱车出题哦。来。请问台湾婚礼风俗伫咧讲，新娘吼对车底等开线，会甲歹性地还是歹习惯等掉咧？哦，好，来，你有10秒的时间，你通啊救哦，支援哦。嘿，有妈妈伫就给你支援哦。是。啊，去问妈妈。妈妈讲歹习惯。哦，妈妈讲歹习惯。等开线是等伊的歹习惯就对啊，系啊。是。哦。来，所以你的答案是。歹习惯。好，来歹习惯对唔对？哦，咱一般咧讲这等开线，讲叫做放性地啦。放性地，啊，是安怎会讲放性地？有些这是迄个谐音，就是讲音小话的字的问题啦，吼。因为这个开线，这个线，咱来讲线，这是白话音吼。啊，毋过佮另外一个文言音叫做线。不管是线啊线，有甚至讲拢有伊个意思。线是甲这性地这性小可有性吼，啊放性地表示讲希望伫个结婚前吼，可能有脾气较歹啦，性地较无好啊吼，才若结婚了后会当放掉。啊嘛有另外一个是讲这个善是敢若甲这个善良的善有共音，啊所以讲希望甲好的物件嘛是会当互后头有这个福气安尼，啊所以两边拢好安尼的一个迄个，所以放开是等开是等于放性的意思。好，不要紧，咱搁有啊，对唔对？目前共款是差2000，差3000，足紧张，足紧张。那边搁有3000个咧，好来，不要紧，咱看一下哦，搁有啥？哦，搁有3题，来，无安尼啦。安怎啦？就对你想无的，我嘛想无的。
考试你想安怎？好考试啦，考试哦，考试的奖金有偌济？真正听无嘴大富贵呢。衰呢。哦，好，来，我要出题啊哦。好，好，来，咱请出题。请问讲一个人刷刷是讲伊当生还是啰嗦咧？哦，来，你有10秒的时间。你还有99我袂用哦。嘿，大家机关者，机关者。哦，99哦。来，我们两个人拢无捌听过，啊，不过阿姊讲应该是啰嗦，啰嗦哦。啊，你我相信你。是。我冇听过，冇听过，你冇听过？嘿，真罕你人咧讲这，即马真少人咧讲啊。是，所以你的答案是啰嗦。好，咱来看者啰嗦对唔对？刷甲刷，其实就是拢是做油的物件，有吧？吼，啊，咱其实有抽象的意思甲具体的意思拢有咧用啦，吼。具体就是讲，啊，可比讲啊，这桌顶有足侪刷刷，安尼表示可能安尼刷刷安尼有无？嘿，啊，若讲抽象的意思，就是咱咧讲的。啊，淡薄仔代志啊，咧计较，什么物件也要讨，啊，什么哦，安尼做啰嗦安尼啦，对，嘿，所以抽象的意思就是讲，会当形容是啰嗦啦，还是讲啊，拢袂阿萨利啦，哦，袂水贵啦，对，好，以上。即马3000若摕起来，这边就是2万4。啊啦，哦，爱5000，爱5000，哦，叫我多兵，对，你今仔摕了5000，即马就看你哦，对，看天公来哦，较听啥啊？是要说啊，还是面单？对啊，你感觉相信家己啦。面单好啊，面单好，来，咱来看这里，面单的奖金偌济？刺激！你讲遐红人，来5000哦，有够刺激。来，咱请出题。请问，咱定咧食的肝莲是猪的横膈膜还是肝脏呢？好，来，你有10秒的时间。肝莲。肝莲，嘿，肝莲切一半。肝莲是。哦，来，你的答案是横膈膜。横膈膜对唔对？咱这词较无咧用台语讲，其实嘛会当用台语讲啦。吼，看你要讲环还是圆，圆就是圆芥末，啊若环就环芥末，环芥末，嘿，这嘛有人安尼讲吼。啊，当然伊嘛有另外的讲法，有的人讲叫做芥肉还是芥鸡，迄个鸡就是鸡肉，吼，就是讲迄个鸡肉，迄个鸡啦，吼。啊，遐嘛有讲芥茎吧。芥茎吧，芥茎啊，所以讲就是这就是安怎做好，伊这部位就是鱼的下骹肝的顶管，吼啊，因为伊有一部分嘛是甲肝连做伙啦，啊，唔才会讲叫做肝连安尼，嘿，对，好，以上。我甲你讲哦，即马这份哦，我来讲即马哦，上尾一题上关键的啊，吼，咱总知影偌济啊嘛，吼，啊，你若摕到，哦，你就起来哦，你若摕到。无摕到，我等伊坐啊。咱来看一下哦，所爱奖金有偌济？3000。来，大家拢知影3000哦，关键哦。好，我要出题哦。请问传统戏剧内底，若是讲到草蛇啊，是咧讲什么款的动物？传统戏剧啊。好，来。啊，对。啊，我记唔到物件去啊啦。不过咱若试落去，是不是？袂改啊，袂当改啊吼。这题拼输赢，倒一队会赢咧。奖金有偌济？3000。来，大家拢知影3000哦，关键哦。好，我要出题哦。来，咱请出题。请问传统戏剧内底，若是讲到草蛇啊，是咧讲什么款的动物咧？哦，你有10秒的时间。来，草蛇啊。是啊。传统戏剧啊。好，来。马。马。所以你感觉是？马。啊，我记唔到物件去啊啦。什么？你个想到什么物件？会当改吗？蛇。哦。不过咱若试落去是不是？袂改啊，袂当改啊吼。
好，来，你的答案是马。好，来，咱看马对唔对？好，因为咱若阵讲戏剧内底吼，讲戏是咱所谓讲西晋王爷啦吼，就是传说讲西晋王爷过去捌互抓妖，也是抓这方面的物件，惊着加着迄类的啦吼。所以讲抓伫这个敢若袂输，这个口啊就袂使讲这个抓这字安尼就对，所以就用一个代替讲法，吼，草蛇啊啦，也是溜啦、溜光啊等等吼，来代替这个抓这字就对啊。嘿，好，以上来看咱结果。结果即马有26000块。啊，那两价咧？两价即马25000块。哦，好，阮这边有26000块啦，敢会当摕到转去咧？好，起来去咱的后一个回合，来去咱的1秒赚千金。1秒赚千金，大家动脑筋。哦，来，咱即马奖金偌济？咱即马奖金有26000块啦！26000块有几秒咧？哎，就是26秒。26秒，啊，毋过为着要互恁搁较济秒，送5秒互恁啦。对对，阮搁送恁30秒比56秒。所以这算秒的要紧哦，速度要紧哦。好，咱这个游戏有几题？咱拢总有3题。3题，每一题吼有5个提示。 5个提示哦。背后有一个名词。嘿，你只要想出这个名词，就紧讲，一直讲，讲到我画正确为止。好，啊，若无一直靠秒数，1秒就1万块，1秒就1000块。1000块哦，1秒1000块足贵的哦。好，来，咱这题第一题有几个字？咱第一题有2个字。2个字了，来，我要出题哦。上个咱请出题。头一个提示是一类，第2个提示是张惠妹，第3个提示是家后，第4个提示是不是2个人？2个人哦。第5个提示是牵条条，嘿，就你两个，不是，过来，我来记，你讲我记，哎，来好。真紧张咧，恁拄要用几秒啊啦？你用20秒、21秒啊？哎呦，即马剩5秒啦！哎呦，足紧张，有刺激哦。好，来第2题哦，加油哦！继续哦。2个字哦。好，2个字哦。来，咱请开始。第一题示是迄白衫、白身躯的衫，第2题示是艋舺，白衫艋舺，第3个题是记者，第4个提示伊是大律师，第5个提示伊会救全世界，超人，第一超人，小人，我真正徛在遮，真正足紧张嘞，因为1秒啊1000块，哦，足贵你即马看你几嘛剩下啦？啊，剩17秒啊，靠掉你的秒数啊！系啊，17秒哦，奖金拢无啊，不要紧啊，嘛是你看伊即马第一偌好，你看。我来啦！无紧，趁无着奖金吼，趁着伊的台语。赞！好，来第3题哦，几个字？哦，伊有3个音，2个字的，嘛有3个字的拢有。来，咱请开始。第一个伊是青色的植物，第2个伊是黏的形，啊。第3个你若食的时候会砸掉，嘿，第4个甲舒适有关系，甲舒适有关系。我这届有讲台语哦，我有讲台语哦。想到，好来，咱即马看一个秒数，有4.97秒，剩4秒来。好，不要紧，所以咱的奖金是偌济？就是4000块啦，4000块啦，袂歹，够有4000块通摕到转去。好，不要紧，后壁搁100万呢。我唔对啦，好，过来就对啊嘛，好，过来去颁奖。哎呦！妈妈，你老师摕金牌啊啦！老师摕金牌啊！青班嘛吼。哎，无，先4000块啦，4000块。即摆咱先摕4000，咱拿来第二道哦。好，一定要搁我拼落到加油加油！100万啊！好，感谢咱的龚老师。哎，陈宏伟陈老师。再给有机会。嘿，讲台语摕100万。哎，互你大家拢欢喜。再会。
谢谢豪姐，谢谢玲姐，谢谢。如果我相信你也过来给我看，有空再来。